我那死去朋友的孩子。如果他和 Rita 婚后在家里相夫教子，麻烦他亲自去沟通一下。我都已经越来越不知道是不是要结婚了。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式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我冲着蒋门长，哇，很生硬。这不是我的，不是你的，那是谁的？昨天看的希腊派小视频嘛，我喜欢你。你觉得我怎么样？是哪一间？约了，好久不见。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鼓励。说你刻意接近我，到底是何用意？我想成为你最好的朋友。闭嘴！别走！快来！娘娘，不要！住手！把他拿下！魏璎珞是你的心上人吧？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0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现场消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最近一直在网络，希望网友该斗相听。昨昏和网络红军主持人浩浩和宋楚瑜做伙翕一段25秒影片，嘛看到宋楚瑜伫咧变盔鞋见五人，赶紧来听宋楚瑜安怎讲。昨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事实上。在这次参选以来，我要多跟年轻人多沟通，也多了解，但是更重要的，也希望让他们认识我。谢谢。所以这次这个主席跟很多网红合作，然后呢，这些网红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的主席，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宋大哥。那么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年轻人呢，也对宋大哥改观，那么也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亲近的人。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网红的合作跟帮忙。那我知道很多人一直要跟我们调画面，因为昨天只有25秒，非常抱歉，其实是拍了5分钟，但是呢，浩浩说其他画面不可以流出，因为不要穿帮。所以这边我们就只能这个给大家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啊。就是那个脱裤子的。有，我们力劝他。谢谢。想请教主席的是昨天那个林谷民调有出来，有提到有关于这个政党票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是国民两党处于第2名的部分，他比较说，亲民党的部分可能说现在的选情比较不乐观，甚至可能会有领洗的情况，不知道主席怎么看这个民调？我的看法，事实上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亲民党在各方面，我今天和昨天都还直接听到从南部来的很多的支持者，就好多的默默，现在还都不表态。你看现在的默默已经增加了35啊，35，谢谢你们，暂时都还保持默默，谢谢。其实想要再请教的就是说，因为现在倒数阶段嘛，那现在之前那个民进党罗文嘉秘书长有说到说，政党票不要投小党出来是浪费，不知道你怎么看他的这样的言论？像这样的说法，如果是在戒严时期，我想也许，还是一个当时的一些氛围。我们已经进入到全民主的时代，小党大党都不重要，人民最重要，让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一个执政的过去曾经为台湾民主打拼过的这样的一个政党会有这样的言论，坦白讲，他们以前的前辈都可能会站出来说：“哎呀，不要只为政党的利益在那里奋斗，要为台湾人的民主好好的打拼，这才是我们凸显两岸最大的不同。”
主席，大家就是很关心说现在两岸关系的情势。那你们是3位候选人当中拥有最多的资历以及最完善的资历，你怎么看出未来您当选之后，怎么看待未来两岸关系？非常谢谢。在第一次政见发表会的时候，我特别的强调了国际的现势有重大的转变。我当时讲的话的时候，我所预测的跟这2天的发展完全雷同。我曾经反复的提醒，日本跟中国之间过去有很深厚的那种世仇，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你看看这2个这个领导人都这么样子在麻吉。你看看这2天，不管是日本的首相又再次的到大陆上去访问，而且昨天我晚上又在看大陆的新闻报道，他们在详细谈，那就是未来大陆跟日本之间为明年的奥运，大陆承诺一定会好好的支持，也希望日本支持明年大陆的冬奥，也就是他们有共同现在的主张。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北朝鲜的问题。你去看看，南韩的领导人也到北京。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南韩和日本都很关心大陆的影响力对于北朝鲜的问题。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世局的变化之下，必须要找一个一流的领导人，能够带领台湾在这些世局当中，我们不会挂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要变成两边不靠而左支右绌，这才是一个领导人的格局，那就是不是为政党在奋斗，是为百姓的未来能够找出一个安全的所在，稳健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政策方向。亲民党认为要务实的处理两岸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也要维护台湾自由民主的制度不变，这就是我们的亲民党的第一条最重要的政见。在大陆上没有完全自由民主化之前，维持现状是对台湾最好的选择。主席，那另外郭台铭董事长他昨天有在专访中说，他很后悔退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那是不是在下一次的大选，亲民党跟他还是有机会来合作？我非常谢谢郭董事长昨天晚上对我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肯定，还有对我的过去的施政和相关的这种人格特质给我很多的赞许，我非常谢谢他。但是郭董事长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不担心国民党的现状，因为我早就看透了。我很早以前就提醒国民党这一些大咖，想的就是要争取买办的那个头衔，是真的为台商吗？还是为他们自己？大家心里有数。但是现在我不是要去指责或者是批评任何政党，我们要自我期许。亲民党稳定两岸，是对于当前的两岸的情势，如何让能够海峡风平浪静，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他的意思是，那个郭董2024如果要选总统的话，因为你只做一任。对，我已经说了，我只做一任，没有任何的包袱，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下一次谁都有机会，但是要让一个老师傅先打好基础，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好好的为台湾来找出自由民主开花的那个多彩多姿的那样的拨乱反正一起共同来参加。你看看，民进党31号会3读通过这个反渗透法，那是不是也有可能会造成影响？那另外，美人节明天也是演员，那是不是这个也会？好，我们先请主席回答。您问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昨天特别反复的强调，那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国安5法，而这个如果5个法还有些什么漏洞不足，是应该要有行政院
跨部会的讨论成为政府的这个议案，然后大家对目前所需要加强的部分要去做，但是很显然是一个暴冲，也就是由单独的政党的去提一个案子，没有考虑周全。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们在大陆上有200多万的台商，同时我们还有演艺人员，我们还有公庙，到大陆上面去为了宗教去活动的许许多多的，还不止这些。你想想看，还有旅游业，有为了相互之间的这些生活和两岸的交流，那把这些人都当作一些红帽子，然后对他们在那边他要自我去这个叫做求证他到底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昨天特别强调的，以印度最近的暴冲的法案走向街头，我们看到香港那个暴冲也让人民走上街头。走上街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血淋淋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让最新的民意，蔡总统有绝对的责任，赶快阻止这件事情。如果民进党和蔡总统不赶快悬崖勒马，把这个法案暂停，一，它是违反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规，重大的这一些法案要让最新的民意来做决定，我们就用票让他们下架，让最新的民意重新思考一个完整周延的国家安全的法律。谢谢。那我来。另外，这个面上新的意外消息来关心高雄凤山民兴路甲经武路12路口，一只有倒摆一个无细力启动到一只货车，货车运将无知觉到继续驶。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林婉莹来传来了解。婉莹。好，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呢，货车原本是好端端的开在路上，但没想到经过路口的时候，一旁的机车却不小心和它发生擦撞。这么一撞呢，骑士是连人带车倒地不起，但货车驾驶却没发现撞到人。后方骑士见状呢，是赶紧按喇叭，试图提醒货车驾驶，但他还是继续向前开，而热心骑士呢，是赶紧油门催到底，追了上去。这起车祸就发生在高雄凤山的金武路，幸好一路上有热心骑士按了10几声的喇叭，终于到了下个路口，才顺利拦截到货车驾驶。而后续的车祸详细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资讯，主播。多谢婉莹。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南投水里乡利益案，一个79岁查甫雄雄倒伫涂骹无喘气，厝内人赶紧敲119喊救命。管区内救护车已经出动，敢来当赶紧派隔壁直接来支援。不离个人咧讲，人若靠走擦拄就好。另外，一个50岁姓林的查甫，同款嘛是心脏塌条咧。分队救护车已经出动啊，消防局实在是无步啊，赶紧派勤务车把这查甫人送去病院。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戴新美来查来了解。新美。好，主播各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救护人员10万火急的将男子送医急救，并在救护车上不间断的实施 AED 电击。这是发生在21号晚上，南投水里乡一名79岁的男子吃完晚餐后突然倒地不起，没有呼吸心跳，家人打119求救。但辖区内的救护车已经出勤，只好派出隔壁的积极支援。但屋漏偏逢连夜雨，经过10多分钟，一名妇人开车跑到积极消防分队求救，说她老公呼吸急促，胸痛冒冷汗。当时值班的队员判断50岁的林姓男子应该是心肌梗塞初期，但分队的救护车已经出门支援。最近的分队距离积极最快也要20分钟。情急之下，队员和勤务中心沟通后，决定派出勤务车和备用的 AED 和急救器材，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所幸2位心肌梗塞的男子后来都获救，结束一场惊魂记。以上就是为你掌握的最新资讯。
多谢新闻，继续要来看到暗时车路当咧做工程，警示灯无够显白，煞下开车车桥倒摆的人拢一个船仔并车。代志是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东平路当咧做地下管线的工程，做工程的单位照规定踩三角架，因为暗时看无清楚，常常发生事故意外。即马用工处已经要求外包商，都要加到电火闪示，莫阁发生意外代志。路口监视器翕到查某技师无注意到头前的道路咧施工，袂好反应弄起哩，连人挂车当当摔伫咧涂骹。出车祸之后，警方有过来处理，我打110，就是警察离开之后，他也是没有再增加灯那个警示灯还怎样，我才会把它拖到那个我是太平人上面去，就是要大家注意一下。热心的民众协助报案，而且反映路队21号开始施工，但是伫咧暗暝的时阵，连续来发生刹车的事故。标示不明啊，那个警示灯也没有很亮，而且还有没有电的，那个还蛮夸张的啦。经过了解，太平区东平路最近咧做地下管线施工，敢若是暗时安全的防护无做好。22号暗时11点外，一个查某技师骑过去，无注意弄到，来摔到伤。那我们有就是通知相关权责机关，在相关道路施工区要加强夜间警示效果。辖区的警方除了来到现场采证，方便后续的责任了解，而且协助通报主管单位来改善。要求厂商就是一定要确认他这个灯是没有问题的。晚上厂商会跟那个受伤骑士这边来联络，针对骑士受伤的这部分来做一个赔偿。除了将故障的设备修复，阁会加摆2组，增加暗时警示的效果。好加在这摆无造成严重的事故。主管机关表示，未来嘛加强管理，避免参像这款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要选举进前抓到这个换钱的乌市，这是警察一个检察官伫咧嘉义市抓到这个乌市，换的金额算的124亿，拢总抓到8个嫌疑犯。查到市区内一间旅行社，一个有金仔店，头家卖事敢若是汉药店，甲人注销。咧两岸换钱金额拢总29亿8千多万。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大部分拢是5万块至20万交保。敢和选举有关系，即马检察官当日咧进一步追查。检警冲入去高雄凤山一间银楼内底，现场查到负责人唔拿做珠宝的买卖，佮违法咧做汇钱的业务。业者为过去到今拢总汇8亿4千多万。检警唔敢放放，顺线佮查到一间旅行社，唔拿共款抄到无共公司的3本假金铺仔，佮有内底有记中国银行资料的铺仔。姓陈的业者承认讲，伊做2花汇钱的业务，1笔交易手续费干那收200，7年落来汇买20亿。11、12月间，共查获3件，8名被告。其中6名被告分别以5万元至20万元不等交保，1名限制住居，1名请回。高雄检察官警察调查局合作，伫选举进前调查违法的资金来源，唔那针对银楼旅行社，佮查到专门咧做地下汇钱的集团，即届拢总抓到8个嫌犯，总金额有29亿8千多万。啊，敢有国外资金想要来影响台湾的大选，会佮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昨下晡4点10分，一架货车拢入去苗栗大山车站内底，规个车站上高的外口沿个壁拢一坑真大坑，现场规个砖土砖啊，也有厝瓦和叉条拢落甲规涂骹。其中这个50岁姓的运将受伤，互人赶紧送去病院。本来初步了解讲，伊过去有阳性的镜头，怀疑讲敢会是镜头强强夹起来，才会规个拢入去车站内底。落尾经过病院抽血检查，才发觉讲伊的血内底有酒精的反应，算的酒测数字有0.68，详细事故原因，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实在真恐怖，那些货车直接弄入去苗栗大山车头，含大门拢弄甲无去。我们2个再换，砰一声，就这样子啊，我们就哇走。昨下晡4点10分，站长迄当阵甲清洁人员伫卖票柜台内底，听到嘣一声，就赶紧走出来看，结果看到一台货车为外口弄入来，内底规个变甲密密麻麻，四界拢是车头的建材，啊，货车嘛真惨，车头冒落，头前的玻璃吹起，50岁姓的驾驶掉伫车内。有没有吓到？有吓到啊！怎么会不吓到呢？那时候发生的时候都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就直接听到嘣一声这样。对啊，因为速度很快，他只有大概一两秒就进来了。姓的驾驶有阳性的病史，有可能是阳性压起来了后造成意外。不过病院抽血检查了后，发现驾驶的血内底有酒的反应，换作酒测值是0.685。意外详细原因爱去调查。怎么会撞到？
我嘛唔知伊安怎开去去要去甲载买啊啦，可能要我安尼人戆还是阵直头伊安尼。苗栗大山车头是1922年起好的，到今已经要100年啊。苗栗县政府家己做历史建筑，是火车迷咧讲的海线国宝的其中一个，嘛是台湾春无轨道的西洋加日本风格茶器的车头。即马互火车弄到安尼，站长着去回报，初步估计修理上少爱几落百万。记者综合报道。时代的变化真紧，即嘛是电脑的时代，民众来到邮便局寄包裹、寄批数量一年比一年搁较少，批筒嘛是愈来愈减。根据上新的统计，规台湾批筒去年有7800卡，到今年减500卡，剩7300卡。中华邮政公司最近推出智慧批筒，24点钟拢无休困，和超商要来拼生理，消费者就会当详细值算盘，算讲安怎才会付。拍开邮筒内底无几张批，数位化时代来啊，嘛互邮局的业务袂当无来拼转型。根据统计，传统的邮件业务量每一年衰退3%到5%，嘛互邮筒伫咧短一年内，全台湾的数量大大减少441座，取代的是智慧的物流，各大捷运车站四界会当看到爱邮箱，会当寄送包裹，到有批24点钟全年无休困，无受营业时间的限制，比邮局的店搁较济，搁提供伫咧网络买物件、取件的服务，价效嘛搁较俗。把这个交际的邮件或者是收取邮件呢，从家里或者邮局来变化到一个智慧的一个智能柜上面，提供一个最大的一个便利性。来甲超商相比，爱邮收领物件上久会当放3天，超商会当放7天，价效差不多拢伫咧60块。不过爱邮收寄物件的重量上重会当来到20公斤，佫会当寄到一般的地址。今年底会开放来绑 APP 甲 QR code 付钱，可以以扫码 QR code 的方式来缴纳这个货款。明年第1季就会再开办实体金融卡这个部分。随着现代人通信的方式改变，物流业嘛出现新局面。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要来看到总统蔡英文这任期上尾一届奖冠进行典礼，下昼伫咧三军俱乐部上场。这一届拢总有5个人升中将，也佫有15个人升小将。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咱了解。秉仪。好，观众，今天是呢蔡总统在任内这个任期最后一次的将官晋升的一个典礼。好，那么这一次呢，总共呢有20个人，其中呢有5名的中将，15名的少将。那么总统呢亲临训勉之外，特别提到这些继任的将官们要继续保家卫国，肩负起这样的重责大任之外，另外呢面对中国的一个打压，也不能够轻忽跟掉以轻心。那么在致辞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一段，带你一起来听。守护中华民国的主权，捍卫和平，从来都不是靠妥协，而是要靠坚实的国防。现场的各位都是撑起这条防线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大家在岗位上保家卫国，我和国人同胞也一定用最大的、最强的力量来做各位的后盾。好，可以听到呢，总统要当这些晋升将官最坚强的一个后盾，那么也期勉他们呢继续保家卫国，那么面对中国打压也不能够轻忽。那么总统也特别提到过去这执政3年多来的一个成绩，尤其是在这个整个营区还有一些相关设备的一个改善。另外一部分呢，包含了我们的国机国造还有国建国造等等，来提升自己的国防自主性。另外一部分呢，也特别提到我们向美国购买的 F-16B 相关的一个战机等等，都是用来提升我们的国防战备能力。那么总统在这一次的将官晋任的典礼当中呢，这也是他任期最后一次的一个典礼哦。那么也因此呢，期勉这些将官未来期许他们能够继续来为国家来努力付出。以上目前最新，再把时间交换棚内。多谢秉仪来关心上新的气象消息。今日透早，东北季风和辐射冷却做伙影响，上届气温是出现伫咧新竹的宝山，敢若13度4。为日时起，东北季风变较弱，各地拢会变较烧热。北部高温会当降到23度，中南部高温差不多是27度到30度7加斗。若是东部高温，用期约是25到26度。各地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拢真好天。今日佮有明仔载这2天拢是安尼，不离
告到拜四到方面的落南，东北季风会变较透，北部、东北部和中南部山区拢开落雨。另外，关岭的部分嘛会较热。拜六、礼拜日因为南边云系刷尾北平，天气较无稳定。中部以北气温落到剩14度，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真侪人拢是轻欠到有底，讨债不成家，看到罐仔内底洗碗精，敢若剩一丝丝啊，就会甲伊透水，安尼变较大罐，用较久。不离个医生讲，可能碗盘会愈洗愈垃圾。到皮肤科医生讲，毋若是洗碗精，另外洗手精、洗身躯精拢才会有问题。上好是莫安尼透水，因为清洁剂内底有清洁效果。不离个是无多杀菌，假使若是透水了后，会害防腐剂浓度会较落。这个罐仔内底颠倒有可能有细菌甲霉菌。想要洗碗，拢会用寡洗碗精，看到罐仔内底敢若剩一点点啊，真侪人拢会加一寡水入去。不过安尼做，可能会互你的碗盘愈洗愈垃圾。它其实并不是100%无菌。那第二个是说，当我们水加到瓶子里面之后，其实这个原本设计配方有一些抗菌剂，有一些防腐剂。你水加进去之后，其实它的有效浓度是降低的。医生提醒，水网清洁剂有清洁的效果，不过无法度杀菌。那洗碗精，像讲洗手的、洗身躯的、洗头毛的，才会滴做一罐一罐的。若是加水入去，可能拢会生细菌。医生讲，过去就有一个70岁欧巴桑，因为长期用有透水的杀蚊精来洗身躯，造成皮肤过敏，尾啊爱去看医生。瓶底可能还剩一点点，你挤不出来，那你可以加煮过的冷开水，稀释，赶快把瓶底这个洗干净，那大概就是建议3到5天之内把它用完。爱安怎做才会当把清洁剂用到一滴都无剩？其实把清洁剂挤一寡出来，再搁透水，一摆用完，安尼就无问题啊。那真是想要把水加入去罐仔内底，嘛要用白滚水，上济莫用超过3天。加水入去会互罐仔内底防腐剂浓度变薄，防腐的效果会变歹。另外嘛要注意保存的期限，罐仔内底才袂生细菌。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一寡公司请员工食尾鸡，一寡人食尾鸡不离免的12倍啊，都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有准则。像讲高雄综合病院有一个病人，因为啉烧酒啉一个伤过济，引起到食道规离开出血。这个查甫因为互人烧惊，叫伊就要甲头家也阁有先摆敬酒，啉一抓了后一直吐，转去吐300cc的血出来。互医生看才知讲，原来是因为酒啉一个伤过济，食道规离开，消化系统嘛必顺，住院的时。胸腔内底2边也有气中一直变过出来，医生赶紧给伊注抗生素，才给伊救倒转来。年底尾鸡将来员工真侪人拢会加啉几杯啊，不过煞有一个查甫人食尾鸡的时阵，互敬出来敬酒，啉一种叫做沁水炸弹的酒，敬一轮了后，拿水甲唔知影人，佮吐甲出血。一开始就有吐少量的出血，那他同事就觉得可能还好，就送他回家。隔天凌晨的时候，他又开始呕吐，然后造成他出血，那所以他的家人就很担心，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来。病人送去病院治疗，较真是马胃是正好菌食道离开，本来血已经无咧流啊，结果医生佫发现伊的白血球的数量也悬，做断层了后发现2边系中央的所在发炎不良，赶紧注抗生素做电烧手术。酒精的呕吐，再加上食物还有胃酸，因为胃酸会灼伤食道，其实会造成溃疡的最大原因是因为胃酸。胃酸的侵蚀，当然因为他反复呕吐，胃酸一直侵蚀。啉酒乃会啉甲吐血，医生讲，因为短时间内啉伤侪酒会刺激胃黏膜，吐出来物件伤害到食道，若互人吐甲更加厉害，嘛会损伤到消化系统。你喝酒的时候，脑部的血循会加快，那脑部暂时会有一些缺氧的状态，也会比较容易想呕吐的反应。所以一般是建议不要喝过量。患者经过治疗了后，住院住2礼拜才好起来。医生嘛提醒，啉酒啉拄啊好就好，想要做酒国英雄，煞啉甲送入去病院，实在真唔值。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健康的话题，美国一项上新的研究，国家讲，侪岁人油脂若是较侪，金马量无够，就较会引起到退化的问题。台湾的医生嘛讲到关键，因为讲侪岁人金马量无够，活动力就会较弱，油脂伤过侪，较会引起到高血压、才会三高的问题，增加脑血管塌掉的风险，嘛会影响到认知能力。医生建议讲，食时要注意，上好加食菜色果子，也佮补充果仁含深海鱼仔这两白质。另外嘛要保持运动的惯势，安尼金马才袂流失去。
人到食老无想要有失智症，身材管理嘛真重要。因为美国有一项研究讲，禁卖量无够会互智力退化风险变悬。研究团队找4000外平均64岁到65岁民众，发现油脂增加会互智力退化。若禁卖量增加，会当互思考甲解决问题能力变好，互人的头脑较袂退化。你多运动，自然那个肌肉就比较多啊，脂肪就比较少啊。假如你不动的话，你脂肪过多，同时你就有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同时会增加三高的可能性，容易会造成血管性失智症。医生讲，侪岁人禁卖量若是无够，就会互因较无爱活动，油脂较侪，较会引起三高，脑血筋塌起来风险嘛较悬，这些拢有可能会影响到认知的能力。肌肉量的增加，当然是会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嘛，然后也会那个所谓延缓失智、失能都有效。多点干果类的食物，以及说多点深海鱼类啊。那食是爱控制，嘛爱加运动。医生建议一天上少运动30分钟，一改10分钟。60岁以上的民众运动的时阵，1分钟心跳上好爱到100以内，才会有效果。金麻济油脂少，才会当避免头壳愈来愈歹。记者综合报道。5号世界大代志来看到，中国南海丁麦馆12月2日得到联合国世界长愧兽之乡的认证，嘛变作是世界上界长愧兽的所在。丁麦馆超过100岁坐过人，算算的有170个。互人更加料想袂到的是，这时段毋那长愧兽，大家拢真勇敢。上主要就是靠食食来顾身体，也有在地红土内底有丰饶的元素，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因长愧兽的秘诀。中国美在乡村。地园内底住一真侪70岁以上的阿公阿嬷，因遮尔安踏咧开讲下茶，看到敢呢真轻盈。这个地园搁伫咧中国南海丁麦县的黄德村，专门甲开放予这个村内200外个老人，因逐工拢伫遮咧开讲破豆半暖，会当免费伫遮啉老人茶。这个是年纪最大的奶奶是吗？107岁了。107岁了。海南丁麦县的人口是以长寿出名，平均年岁约要80岁，内底超过100岁的老人有170外人遐济。这老人毋那真长寿，因逐工的生活起居拢照顺时，食的物件拢是真健康的，所以因的身体就安尼真勇健。Fish is always on the table, and sometimes even Chinese wine. Dr. Bob, I eat a lot of ginger. It's very good for my health. 伫咧丁麦县当地特产是咖啡甲番薯，这长寿的老人，因会使讲是逐工拢咧啉咖啡，也佫有啉迄落番薯结的酒。也若这咖啡甲番薯拢是种伫咧红土顶悬，伊长寿的秘密就藏伫咧土内底哦。这片土地里富含了一种能够预防器官老化与病变，以及延缓衰老的微量元素硒。红土内底有即落不老仙丹，因食的佫拢真养生。其实丁麦县伫咧2012年，佫得到联合国的认证，是世界上长寿的乡里。今年佫一遍来得到认证，伫咧21迄天举行换证的仪式，安尼嘛，互丁麦县老长寿的名声佫较透露。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最近有一款炒猪团，这就是中国大陆因为非洲猪瘟疫情制乱，猪肉价少一直起，到无天良的做生意人为了要趁钱，成立这个炒猪团，意思就是利用无人机伫咧饲猪仔场内底放非洲猪瘟病毒的饲料，安尼来传达疫情。虽然甲作用较佫俗的价少未起到别个省，这款的行为嘛引起到中国政府即摆已经注意到啊。非洲猪瘟伫咧中国大陆传开，但是就伫咧青猪肉价少大起的时阵，竟然有人看到有来偷贪，成立非法炒猪团，看身份咧收买，而且偷渡这猪，完全无咧顾疫情传开的风险。有用这个依维柯改装的，也用这种商务面包车改装的，甚至过分的还有用这个越野车来改装。更较含的炒猪团为着要来用较俗的价钱买这猪，竟然佫通报假疫情，甚至用无人机向饲猪的所在来咧投放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饲料，而且伫咧四周围来等病死猪，恶意来咧判这疫情，造成惊吓。诱使养殖场户出现恐慌性的抛售，在大幅压低这个生猪的价格，从而达到炒猪牟利的这种不法的活动。真侪业者惊喺互无人机来咧放毒，就伫咧饲猪场附近来咧装 GPS 干扰器，率意外来影响民航机 GPS 的线号，危害飞行的安全。目前大陆农业农村部下令扩大巡查，而且鼓励媒体也是民众来咧举报，就是要防止非法炒猪的行为来迫害官方的防疫任务。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就是耶诞节啦，囡仔故事内底耶诞老阿公会伫咧耶诞节这一天送礼物给囡仔。另外一个传说就天差较地，这是一个耶诞节的恶魔叫做坎珀斯，会出来教示无乖的囡仔，或者是食囡仔。本来是伫咧阿尼比斯山的山区，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最近伫咧美国同款真实行，变做游行，也有伪装，大人囡仔拢会来庆祝这个耶诞恶魔的日子。一阵头顶发觉青面撩家魔鬼伫咧大街仔路顶悬游行，咧吓惊看的人，手阁举着手机攻击人。这个人毋是装扮一般的魔鬼，因是耶诞节恶魔坎珀斯。Krampus would manage children based on the severity of their misbehavior. 根据阿里比斯山的民间传说，坎珀斯是半羊半魔，规身躯毛毛，喙齿又搁长又搁红，一手摕着笛仔，一手摕着手机。伊专门伫咧耶诞节兴趣又搁热又搁真的囡仔，若是拄着特别无乖，就会将因等入去笛仔内底，炸转去乌松林，当做耶诞大餐食掉。Chris, for always falling asleep during movies. I'm going to tell Krampus that Dad's on the naughty list. Don't tell him that. 这几年来，美国愈来愈侪人介意坎珀斯的故事，甚至伫咧耶诞节进前，就会庆祝坎珀斯伫要来啊。纽约市就有一间超自然博物馆，每一年拢会举办坎珀斯的活动，毋但有变装的比赛、游行、念歹囡仔的名单，为树仔点顶遮的活动，佫会唱亲像是耶诞歌同款，唱甲坎珀斯有关系的歌。纽约市的坎珀斯活动已经举办11年啊，每一年拢会集结上百个人来参加。虽然坎珀斯生了足够胖，但坎珀斯活动是一个真温暖、适合一家口仔共同欢乐的活动，嘛为耶诞节增加真侪趣味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高雄这阵有新的风景所在，这是外国真情的欧美主题嘉年华。头一届来到台湾，地点就建伫咧高雄港的码头。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你有收到无？有啦，这名多看甲拢怪怪呢。都有。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还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林国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日文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打。打是一款的动作，意思就是砍掉的，或者是架掉的，像咱常常讲打无打亡。另外，拍伫人的身躯，嘛会当讲是打伫人的身躯。若是做名词，就是讲用来遮、用来砍的物件，像咱讲网打。啊，若文音读做斗，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网打，这是一款用来遮网啊捏掉的，网啊就无都挖过来甲人夹。第二个词就是打亡，这个意思就是规个拢是砍亡的意思。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合做伙。譬如讲，要去这个山区来野外露营，网啊真高，就爱记你穿网打。另外，早暗较会打亡，若是要驶车过，或者是要离开，拢爱特别注意安全。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打，另外一个文音读做斗，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高雄这阵有新的风景所在。外国真情的欧美主题嘉年华，头一届来到台湾，地点就伫咧高雄港的码头。我港区看海景，做超过40种的游乐设备，其中上界特别的就是一座关25公尺，差不多8层楼高，叽叽叫的飞天轮，敢若亲像摩天轮同款。驶时速度真紧，唔但会公转，大个车厢也佫会自转，会当享受刺激的感觉，也佫会当拿欣赏港区的美景，敢若这段时间才有，一直到明年4月中过期就算无。
规个人趴伫咧游乐设施顶悬，春起咧天顶360度咧转势，挑战胆量极限。现场是一直听到大叫声，也是这个设施的海盗船。来来回回在海体验离心力的刺激感，很刺激耶！很刺激啊！对我很惊死，我都没有叫。镜头岸边来说，这座乐园阁有一个大卖点，就是起伫咧港边，马耍这游乐设施，阁会当一面来欣赏海景。摩天轮就比较没有玩过的，因为它比较刺激啊，它还会再自转。最有看头的这个乐园，就伫咧高雄港的码头，头一面引入欧美主题嘉年华，占地5000平，超过40项的游乐设施，期间限定。上大的特色就是这座25公尺，差不多有8层楼高的大叫飞天轮，唔那公式，每一个车厢阁会自设。除了大朋友，也阁有参像狗仔造型的飞车，或者是古锥的飞枪，是要来请小朋友。乐园唔那算，嘛有美食，胖狗伫咧铁棒顶悬增加芳广告，配着青菜甲起司片，食起来是真有美国的感觉。嘛有伫咧国外定定看到的烟尘胖狗，港区引入嘉年华乐园，要互游客敢若亲像伫咧国外抢话题，阁要来制作相机。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免出国，伫台湾就算会到，这是迎接耶诞节。屏东县县政府今年甲200年历史的屏东公园做一个奇幻车花的囡仔故事的世界，现场有各种金色的电火，也阁有梦幻的冰晶城堡，实在真迷人。特别的是县政府出动造势机，甲公园变做乐事北欧耶诞的场景，搁再配合五花杂色电火效果，互人看甲真暢着。半空中有白色的小铁杯，配着周围金色的灯火，真有耶诞气氛。看到市民众拢真欢喜，赶紧摕起手机来翕。但是详细看这个地点，敢毋是伫咧100年历史的屏东公园？啊，热带的国家哪会落雪？原来是伫边仔造雪机，将绵绵的雪喷去天顶。其实这是屏东县政府特别为着耶诞节打造金色奇幻动画世界，利用造雪机，让屏东公园变做乐事场景。利用一个百年公园的路景，还有水景，还有很高的几十年的椰子树，很高的椰子树，然后做一些跨越的灯饰，所以有空中、有地上、有水上，用这3方面的灯饰来做布置。有雪，阁有灯光，让公园变甲足梦幻呢。县政府早来屏东乐事惊喜，让所有的人拢敢若是伫咧欧洲。遮阁有用冰晶城堡做主题的主灯，阁有其他12大主题的灯，一直到耶诞节当天，每一暗拢会来乐事，配着华丽又阁梦幻的灯光，要互民众过一个难忘的耶诞节。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网络注文为了产业这一年比一年更加手持，过去上届有代表性的佛跳墙，今年煞予鸡汤行过。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势。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你有收到无？有啦，这名多看甲拢怪怪呢。都。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林国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手路菜要来看到现主时家庭的人口愈来愈少，网络资本围炉菜业绩一年比一年煞较抢市。过去有人认为讲是围炉菜内底上较有代表性的佛跳墙，今年伫咧网络市场生理小可较败市。调查嘛看到网络资本围炉菜上较抢市的头一名就是鸡汤，因为即马大家食物件愈来愈注重健康，也有养生顾身体。鸡汤都要控真久，对真侪人认为讲食了对身体是有好无歹。第二名是年粿，也有油鸡，佛跳墙今年落甲第4名。过年若到餐厅的厨房个变甲哪战场咧，除了爱赶这个注文的订单，也有这个网络订的年菜，业绩是安尼愈来愈好。油饭这个，我是觉得就是每次过年家里都一定会有。是我比较喜欢吃竹升鸡汤，所以网购的话会考虑，觉得比较节省时间。因为正里边过来符合这个小家庭的要求，安尼互伫个网络订年菜变甲足行的。其中因为这个养生的意识是安尼愈来愈注重，亲像这个爱开真侪时间看店的鸡汤，嘛来请做网络订年菜的头一名。也有这个强定年年高升的甜粿，含吉祥如意的油鸡，就刷咧摆在后壁。也若讲伫个过去方做是年菜的霸主佛跳墙，即马就落到第4名咯。也有这个含义是久久长长的烟肠，伫咧热销排行榜顶冠是排第5名。发现只要麸乐方便的年菜，在今年的成长是很高的。热的时候，我会建议就是你事先的一个解冻动作一定要。通常其实会避免一些比较地雷的部分，就是海鲜。即马伫个网络买年菜，会使讲是安尼热扑扑。不过料理专家有提醒讲，海鲜类的煎的甲牵羹，若是讲安尼烫了搁再烫，就较会走滋味去。建议讲，若是烫烧了后，一摆就爱甲食完。也若买年菜，就要拣迄个较有信用的店家，分量甲加一个牛排嘛，爱小杂一个，安尼才袂去钓搭着。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家仔囝传承的故事，这是新竹市城隍庙边啊有一间70年历史汕头火锅店，汤头是头家逐工拢用牛腩，也有牛筋控5点钟煮的，甲逐工上盖青现台牛，切甲拄好，人客甲肉片轻轻啊断一个，安尼就会当食到上盖油的肉。头一代头家黄克记是汕头人，苏当年对军队为中国来到台湾，甲家乡的滋味嘛做伙炸过来。1949年正式开店卖汕头火锅，即马老店交予4个后生来食，要甲老爸好手艺继续家己继续落去。2盘的，10桌6个人，5样各1。烧烫烫的肉汤白烟一直喊出来，规个空气内底拢是这个厚嘟嘟的牛肉香气。不管天气有落冷也无，这间有70年历史、4兄弟啊做伙做的老字号汕头火锅店，人客永远拢是客满。若是到这个10点的用餐时间，要求爱排队听候才食会到。啊，这个都要排队，我刚才在外面排半小时。甲看这个只青烧肉片，甲放在滚汤内底，安尼甲炖3秒钟，安尼牛肉个随便做幼粉色。这个时阵吃口感上盖赞。这个牛肉是现杀的，进去热汤里面3秒一定要出来，吃了它的软度。牛肉这个软了的口感，过来倒打伊的肉汁真济，安尼互人食到水会刁嘴。也若这个半斤半肉的汤头，嘛有人客安尼眼簌簌挡袂掉。因为它里面都是大量的牛肉去熬制的，所以在喝的时候，它牛肉的甜味很重，然后牛肉的香气也对，我觉得很棒。火锅其他的配料嘛，同款真讲究。不管是这个水煎鱼浆做的外皮，也是讲内底包猪肉啊鱼饺，用这个塌形肉甲牛筋做的牛肉丸，嘛拢是手工现做的。这个人客学了甲会得志的牛肉，拢是逐工现抬的。因4兄弟啊，安尼斗3间合咧做。这一天是2兄庄派林负责来切肉，看伊切肉干呢安尼量细啊量细，其实内底有真侪面甲撇布。断一刀不断就会连在一起。这么流利的刀工手势，安尼切出来牛肉片，伊的厚度是拄好。也若这个剩的较细地牛肉，就爱用这个切花的刀法。那亲像变魔术同款，安尼肉片一目呢啊，就变较大地。因为我们这个肉很少的部分你不能浪费掉，所以说你可以用蝴蝶刀法把它变大。另外，这个厝落来牛筋嘛袂去拍算掉，拢做伙甲吸入去骨头腔内底做伙熬。这个汕头火锅伊好滋味的起地，就伫咧一鼎汤头，伫个内底无掺鸡蛋，只系人工的调味剂。这个汤头的自然青甜，拢是对牛肉本身来的。火锅的肉旁边的筋，还有牛腩，还有板筋，
我们要下去一直熬，一般人比较不会做这个哦。然后熬的时间要5个小时左右。老爸黄克记。从1949年就对军队来台湾，嘛甲因家乡汕头的好食滋味做伙甲传过来。就伫咧新竹卖汕头火锅，因4兄弟嘛按接咧做，遵照老爸看家的手艺，绝对袂去互走味去。尽量把它维持本来的味道，然后自然，比较自然而且天然的东西。我们所做的，你等一下可以看看我们所做的。不会是很花俏，什么东西都加的，那锅底弄得一大堆那个东西，我们不会。即摆唔那4兄弟合心咧做，也佫有第3代嘛来斗做，因安尼规家伙也齐心合力，甲顶一代的心血甲酒调着，嘛互这个传统的好滋味70年来，互食食客安尼煞咧学落甲会得志。记者综合报道。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有对不？有啦，这名多看个拢怪怪呢。都有。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林国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我认为陈楚和王庭玉2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没那么单纯。我们当事人提出的就是2000万的赔偿金额。2000万？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知道你想要保护的人干了多少坏事吗？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周五消费情报站，好利鲜蛙5尬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世界级的音乐盛典，举世闻名顶尖乐手，不朽名曲经典再现，顶尖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重磅登场。2020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元旦晚间台视财经台 Live 直播。台视，一起上，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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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你有收到无？有啦，这名多看个拢怪怪呢。都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林国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松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我认为陈楚和王庭玉2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没那么单纯。我们当事人提出的就是2000万的赔偿金了。2000万？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是很想要保护的人干了多少坏事吗？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青蛙5个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世界级的音乐盛典，举世闻名顶尖乐手，不朽名曲经典再现，顶尖指挥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重磅登场。2020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元旦晚间还是。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看到西班牙东北部办一场特别的耶诞活动，一个特技人员打扮做精灵，表演色来跳伞，嘛主持耶诞礼物抽奖的活动。互现场的囡仔，大家就笑甲嘴啊利塞塞。新闻上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
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我已经把晚上好，欢迎收看12月24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吴凯文。午间大头条首先关心囤500颗锂电池，结果受潮导致高温燃烧，引发大火，10名消防队员分别呛伤和灼伤。另一个焦点来关心，为了帮直播主充人气，3名嫌犯从事后台经营，以不实广告促销遭到起诉。稍后来看完整报道。新闻开始，首先关心台北市光华商场附近一栋住商混合大楼凌晨发生大火，起火点在3楼，里面存放了大约500颗的锂电池，疑似其中一颗受潮导致高温燃烧之后，火势整个蔓延开来，甚至传出巨大爆裂声响。在抢救过程当中，有9对情侣想强行闯入，立刻遭到远警压制。而为了要紧急的疏散住户，在过程当中有10名消防队员分别受到呛伤和灼伤。火势越烧越大，往屋外窜了出来，浓浓黑烟呛得住户赶紧逃生。消防队员到场，立刻布起水线，洒水灌救。凌晨1点多，台北市中山区一栋住商混合大楼3楼发生火警，当时甚至传出爆炸声响，吓坏民众。听说是爆炸，因为爆炸才会这样。正当消防队员忙着救灾，却有2名被救出的住户疑似喝了酒，这时候还想再闯进去，打算抢救财物，立刻遭到远警压制。火警地点就发生在台北市光华商场斜对面，是一栋住商混合大楼，3楼是一整排办公室，其中一间正好是贩卖电脑周边器材的科技公司，用来放置笔电电池的仓库，500多颗锂电池燃烧，酿成大火。它整个仓库里面非常的狭隘，加上货架层内总共有500颗的这个锂电池。那锂电池燃烧的时候，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水来灌救啊，因为里面完全没有人员行动的这个空间。其实附近公司的员工晚间就已经闻到奇怪的味道，却不以为意，谁知道凌晨竟然就烧了起来。然后一点点那种好像塑胶烧焦的味道。大火狂烧了4个小时，不止1个人被灼伤，还有9名消防队员抢救过程中也被呛伤。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怀疑可能是因为锂电池存放不当。电流出来的情况下，如果说它经过的地方电阻是很大的，那我就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热量。那如果热量到了一个程度，就有可能烧起来。住商混合大楼里面囤放大量锂电池，虽然电池并非属于危险物品，不在消防列管项目当中，但住户就质疑这简直是太可怕了。消防局火调人员也进行详细调查，要来厘清责任归属。记者梁家伟、林昭贤台北采访报道。彰化鹿港发生了离奇车祸，一辆厢型车当时从停车场出来，驾驶还先在路口停了一下，发现没有车才开进干道，但是突然有一台机车卡在车轮下，骑士在第一时间爬了起来。不过这个影片 PO 上网，有网友说看了好几次，还是没有看出来这机车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真的有虫洞吗？引发议论。厢型车从一旁的停车场准备开出来，驾驶先在路口等了一下，